看苗栗的消息，苗栗火车站因为申请立建筑的标章无按冷气，迄若够热天真正是有够热。为了避免人客潮刷，站方呢有买2台大型水冷式的电风，佮甲台中车头只有4台，要放入站内降温。不过有民众发现讲，这刚好看到3台咧用尔，其中2台佫是代替员工伫吹。站长回应讲，因为插座无够，会改善。 一块大型的水冷线，民众随走去出口头前吹风。比较凉快。有啊，有哈。今天阴天呐。好。如果大太阳的话，未必哈。 这是苗栗火车头，因为是立建筑无到冷气，这一到热天就真烧热。为着惊旅客分气，甚至是潮刷，车站唔但买2台水冷线，佮向台中火车头借4台水冷线要来降温。不过民众这期敢若有看到3台水冷线，而且其中的2台拢放伫检票口咧找代替的员工。就没有什么差，一样很热啊，一样很热，跟对我们旅客要搭乘的乘客没有什么差。热天可能不顶。和民众这期是咧找2位徛伫检票口的员工，站长解说讲是误会。会再要求员工就是说，推出去加水之后推回来，那一定要调整好对旅客的这个方向，还有就是会要求我们员工就是随时要注意旅客的动向。 另外，是安怎不爱甲6台全部拢说出来用？站长讲，因为站内插座无够用，才会先放3台。但相关的工程改善完成，就会详细来评估放水冷线的地点，来检照站内温度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